因跳较水的曲子。接下来呢，咱们邀请这个 Joy Chen。Joy Chen 呢，以前7岁就开始甲林老师、林如文老师来学这个竖琴。竖琴是伊的第一个乐器，伊也非常爱这竖琴，所以伊非常认真来学竖琴。目前伊是伯克莱 Junior 上课。我请大家咱静静来家欣赏，注意少年查某囡仔的美丽的曲。伊今日要甲咱奏一个 Fantasy on the Theme of Heaven，please。
我了。